Hello，我係 Chris。今日咧會講下我哋公司嘅產品嘅。我哋公司嘅產品咧最主要咧係醫療嘅全頭假髮啦，男士髮片同女士髮片嘅。今日講全頭假髮先。全頭假髮咧最主要對象咧係 cancer 人士啦、鬼剃頭啦、頭髮稀疏啦、老人家唔想染髮電髮咧都係可以使用嘅。咁我哋咧個物料咧係全部真髮嚟嘅，有頭皮嘅，裏面咧係網料嚟，好透氣嘅。咁可以做顏色啦、電髮啦、做 highlight 都係可以。主要咧係分界款啦，同埋唔分界有音嘅款嘅。我哋嘅尺寸咧比較仔細，每2 cm 就一個碼嘅，大部分人都適合嘅。咁大部分咧都有現貨。cancer 嘅客人咧最多人問嘅問題係幾時上嚟試個假髮？其實醫生同你講有機會脫髮嘅時候咧，你都已經 make appointment 咧去試假髮，因為訂做係需要3至4個月，每一間公司咧都係差唔多，所以其實你係需要揾一個現貨。如果3至4個月咧，喺你最需要用嘅時候咧，你就冇得用啦。如果已經接受到鏟頭嘅咧，可以預約上嚟啦，咁就幫你鏟咗個頭，咁即刻帶落去試啱個尺寸咧 OK 冇問題咧，就你中意咩髮型咧就可以幫你剪，咁喺2個鐘裏面咧係可以完成嘅。如果未接受到鏟頭咧，都可以約上嚟試嘅。咁上到嚟咧，盡量幫你試，因為頭髮咧喺底咧會比較跣嘅，咁同埋尺寸咧未必 fit，因為個假髮咧係放你冇頭髮戴。咁上到嚟啦，試啱咗咧，咁你就可以俾1000蚊訂 hold 起佢。3個月裏面咧，你改變主意咧，可以退翻訂俾你嘅。咁如果你接受咗鏟頭啦，上嚟幫你鏟咗頭，再試咗冇問題咧，就剪完咧先俾餘額咧，咁就完成噶啦。點解要咁做咧？因為之前咧有客咧真係試啦，有頭髮喺底嘅，剪咗買咗翻屋企，佢自己鏟完個頭之後咧又唔啱喎，鬆得滯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諗呢個方法咧，盡量令到個客人買到最滿意嘅假髮。Info box 裏面有我哋嘅 website，可以入去了解下，裏面有大量嘅 before and after 嘅相。如果想上嚟試咧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俾我。首先我會俾個報價表你，了解咗之後咧，約咗時間就可以上嚟試啦。中意呢條片記得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